到咗2025年12月3號嘅私家三欄賽事日，今日直接講第一場5班1000米4號廖康銘嘅快樂寶寶。咁呢隻馬咧喺香港咧多數都係跑1000米嘅，上場減到40分就啱賽程，第一次咧就跑谷草1200米，然後隔半個月就報咗呢一場5班1000米。咁平時5班1000都唔係好多，我會話今次廖康銘安排得啱啱好。咁我哋睇下同馬房另一隻馬年少多好，呢一隻馬前年就係跑完1200米，然後贏1000米啦。然後上年都係跑完1200米，去到516場次嗰場1000米咧，就僅僅輸馬被跑第二。睇到呢個馬房都係中意用呢個部署，加程練氣，然後縮翻首本路程出擊。然後我哋睇一睇上一場跑1200米，隻馬留到最後入直路，仲喺死位嗰度啦。然後走到最外碟咧，就追翻上嚟。我哋睇一睇分段時間呢一度，見到佢就做咗同場最快嘅末段時間22秒99。咁我哋睇晒所有嘅部署啦，同埋計算之後咧，呢隻馬應該係呢一場最佳嘅選擇嚟嘅。咁配埋麥道朗3檔，咁有理由相信聽日呢隻唔係大熱門就係次熱門。